大家好，今日我想同大家研究一下澳洲電商市場嘅爆發力增長。根據 Global Data 最新嘅研究報告，澳大利亞喺電商市場其實迎嚟一個好大嘅商機，亦都有一個好大嘅發展機遇。上年市場其實嘅規模高達749億澳元，今年咧預計就會增長到819億澳元。未來呢4年咧仲犀利，預計翻嚟緊嘅增長咧就將會一路會持續升到去7.6%。到咗2028年嘅市場嘅規模咧將會達到1097億澳元。你諗下個潛力其實係咪真係好大呢？而且喺支付方面咧，支付卡個地位亦都會不停提升。嚟緊咧，佢嗰個空間仲會高達到係50.6%。另外啦，先買後付呢一個生活習慣、生活模式咧，就將會迅速咁彈起。Afterpay 等嘅平台成為咗新嘅寵兒。政府支持呢一個政策咧，其實佢加咗好大嘅力度，例如有稅收嘅優惠啦、資金嘅支持啦，加埋同全球電商平台嘅合作啦，為咗佢哋當地嘅本地企業提供咗好大嘅市場。總括講，澳洲電商嚟緊咧，亦都係一個好大嘅藍海嚟嘅。